今日我哋嚟聽厚黑學。等我問你一個問題先，你有冇遇過咁樣嘅人？明明能力唔及你，爬得卻高過你；明明冇你咁勤力，卻撈得比你好；明明做過你覺得不恥嘅事，卻活得心安理得，甚至俾人讚頌，你百思不得其解，覺得呢個世界唔公平。但會唔會有一種可能，唔係世界唔公平，而係你根本未搞懂呢個世界真正嘅運行規則？1911年，有個四川人寫咗本書，本書一出版就俾官府列為禁書，唔係因為宣揚暴力，唔係因為散播謠言，而係因為佢將中國幾千年嚟嗰層遮醜布徹底扯咗落嚟。呢個四川人叫李宗吾，本書叫《厚黑學》。李宗吾喺書入面只講咗一句話，但呢句話令無數讀過嘅人背脊發涼。佢話做大事嘅人一定要有兩種本領，一曰面皮厚，二曰心腸黑。就呢一句話，將中國幾千年嘅歷史全部重新解釋咗一遍。你以為歷史係英雄嘅故事？唔係，歷史係厚黑者嘅遊戲記錄。你以為嗰啲開國皇帝亂世梟雄、廟堂權貴靠嘅係仁義道德？唔係，靠嘅係面皮有幾厚，心腸有幾黑。李宗吾寫呢本書嗰陣，中國正處於一個乜嘢時代？清朝啱啱冧咗，民國啱啱建立，成個社會秩序徹底崩塌，舊嘅遊戲規則作廢，新嘅規則仲未建立。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日講嘅大洗牌咯，體制崩咗，階層亂晒。原來嗰啲靠住科舉、靠住門第、靠住奇人身份食飯嘅人，一夜之間全部歸零。而新嘅時代入面，邊個可以企起身？邊個面皮夠厚？邊個心腸夠黑？邊個就可以喺廢墟上面重建自己嘅王國？李宗吾睇穿咗呢一切。佢用一種近乎殘忍嘅清醒，將人類社會最底層嘅運行邏輯赤裸裸地擺喺所有人面前。但我要喺度講清楚一件事，好多人誤讀咗厚黑學，以為呢本係教人做壞人嘅書，一本教人唔要面、使壞心眼嘅操縱手冊。呢個係最膚淺嘅理解。李宗吾真正想講嘅係，你唔係唔夠壞，你係唔夠清醒。你唔係道德太高，你係認知太低，你睇唔見嗰啲成功者身上真實發生緊乜嘢，所以你永遠用緊錯誤嘅方式，試圖去贏得一場你根本唔理解規則嘅遊戲。呢個先至係厚黑學嘅核心。佢唔係教緊你變壞，佢係逼緊你擘大眼。好啦，而家等我哋正式進入呢本書，我會帶你拆解四個人：劉邦、曹操、劉備、朱元璋。呢四個人係李宗吾喺書中重點解剖嘅樣本，佢哋每一個人都係厚黑學嘅活教材，每一個人都用自己嘅一生詮釋咗乜嘢叫做喺人性嘅戰場上活到最後嘅人係點贏嘅。我哋先講劉邦。如果用今日嘅說話嚟形容劉邦呢個人，我會幫佢打一個標籤：草根創業者，情商頂級，面皮無敵。但有一個致命嘅核心能力，佢知道自己幾多斤兩，所以佢從來不裝。劉邦出身乜嘢背景？農民、芸芸、試水亭長，換轉係今日就係一個縣城小鎮嘅基層協管員，冇背景、冇學歷、冇資產、冇顏值。項羽係乜嘢背景？楚國貴族後裔，叔父項梁手握重兵，自己身高8尺，力能扛鼎。24歲就統帥數十萬大軍，係成個亂世入面天花板級數嘅2代創始人。呢兩個人根本唔係同一個量級嘅選手，但最後劉邦贏咗。點解？李宗吾俾出嘅答案只有2個字：面厚。等我還原幾個場景，你感受下劉邦嘅面皮到底厚到乜嘢程度。彭城之戰，劉邦俾項羽打到一敗塗地，帶住殘兵敗將方失啖逃命，馬車跑得太慢，追兵越嚟越近。劉邦點做？佢將自己嘅仔同女直接一腳伸咗落馬車，
唔係一次，係3次。每次車海將細路執返上嚟，佢就再伸多一次。你以為呢個係傳說？呢個係正史記載嘅。你換轉任何一個普通人喺嗰種情況下，就算係一個毫無道德感嘅人，面對自己親生骨肉，都會本能咁有一絲猶豫。但劉邦冇，佢嘅邏輯極其清晰。我死咗就乜都冇，我仲再生細路可以再生，呢啲叫乜嘢？叫做喺極端壓力下依然能夠保持戰略理性，唔俾情感綁架。呢種係一種極其恐怖嘅心理質素。仲有一個場景更絕，劉邦嘅老豆俾項羽捉住咗，項羽威脅劉邦話：你再唔投降，我就將你老豆放喺大鑊度煮咗佢。劉邦點答？佢話：我同你係結拜兄弟，我老豆即係你老豆，你要煮暫門嘅老豆，記得分一碗肉湯俾我。呢句話講出嚟，在場所有人都傻咗。項羽傻咗，謀士傻咗，士兵都傻咗，因為冇人見過一個人可以將面皮修煉到呢種境界。呢個唔係無恥，呢種係一種降維打擊式嘅心理戰術。項羽係貴族，貴族最緊張乜嘢？面子、尊嚴、道義。劉邦一句話，直接將項羽嘅道義牌打廢咗。你要煮人哋老豆，我唔在乎，你自己睇住辦。項羽反而落唔到手，因為劉邦連呢張牌都唔接，項羽就冇晒籌碼。你睇下，呢個就係厚黑嘅第一層境界，用你嘅無所愧去化解對方嘅威脅。但劉邦嘅厚黑仲未止於此。鴻門宴呢個係中國歷史上最出名嘅一餐飯。項羽嘅謀士范增已經睇穿咗劉邦嘅野心，多次示意項羽喺宴會上直接殺掉劉邦。但劉邦點樣表現？佢喺宴會上將自演成一個忠心耿耿、毫無野心嘅細佬。佢話：我攻入關中，秋毫無犯，就係等緊大佬你嚟主持大局。我邊有稱王嘅心思啫？全部都係小人離間咋。佢講呢句話嘅時候，啱啱喺關中約法三章，已經將民心收得七七八八。佢講呢句話嘅時候，心裏面好清楚，自己而家打唔過項羽，所以一定要先生存落去，生存落去先可以等到翻盤嘅機會。呢個就係劉邦最得人驚嘅地方，佢能夠喺任何情況下精準判斷當下自己嘅處境，然後做出最有利於長期生存嘅選擇。即使呢個選擇需要佢跪低，需要佢裝孫子，需要佢講出連自己都覺得惡心嘅說話，佢唔在乎，因為佢嘅目標從來唔係今日贏，而係最後贏。李宗吾話：劉邦嘅面皮厚到咗一種無我嘅境界，冇自尊嘅包袱，冇面子嘅束縛，只有一個清醒嘅大腦，永遠喺度計算點樣生存，點樣贏。喺今日嘅職場入面，你能揾到幾多咁樣嘅人？大多數人輸就輸在太要面，俾老細鬧幾句，心裏面委屈就消極怠工，俾同事排擠，嬲起上嚟就辭職，毀咗一個本可以積累資源嘅平台，俾競爭對手打壓，立刻反擊，結果兩敗俱傷。你以為你喺度維護尊嚴？劉邦會話你知，你係用今日嘅面子換走咗明天嘅未來。但劉邦只係厚黑學嘅第一個樣本，佢展示嘅係厚嘅極致。接下來我哋講一個黑嘅極致曹操。如果話劉邦係面皮厚嘅教科書，咁曹操就係心腸黑嘅活標本。但我要先糾正一個認知，大多數人一聽到曹操，個腦入面就彈出嗰句話：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然後就幫曹操貼咗個標籤：奸雄、壞人、反派。呢個係羅貫中嘅禍。《三國演義》係小說，唔係歷史。真實嘅曹操遠比小說複雜得多，亦高明得多。李宗吾嘅厚黑學入面，將曹操定義為中國歷史上心腸最黑，但同時亦最有能力嘅政治家之一。注意，李宗吾講嘅黑唔係壞，唔係惡，而係敢於做別人唔敢做嘅決定，
能夠承受別人承受唔到嘅代價，有勇氣切斷一切情感羈絆，只看目標，唔看過程。我同你講一個故事：曹操早年刺殺董卓失敗，慌失失逃命，途中借宿喺父親結義兄弟呂伯奢屋企。呂伯奢熱情款待，出咗門去買酒。曹操喺庭院度聽到磨刀聲，以為呂家人要殺佢，於是先下手為強，將呂伯奢全家殺晒。結果發現人哋磨刀係為咗殺豬款客，呢個已經夠殘忍啦。但更殘忍嘅仲喺後面。曹操出門咁啱撞到買酒翻嚟嘅呂伯奢，曹操點做？佢將呂伯奢都殺埋，然後講出咗嗰句流傳千古嘅說話：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你第一反應係乜嘢？殘忍、冷酷、無情。但李宗吾叫你諗深一層，如果曹操放走咗呂伯奢，會發生乜事？呂伯奢返到屋企見到滿門橫死，佢會點做？報官。曹操當時係朝廷通緝嘅逃犯，一旦俾官府追到，就乜都完。曹操嘅選擇係喺一個極端情景下做出嘅極端理性決策。佢唔係唔知道咁樣做係錯，佢知道，但佢更知道，如果因為心軟、因為愧疚、因為道德上嘅猶豫而放走咗嗰個威脅，佢就再冇機會去做佢想做嘅事。呢個就係深刻嘅本質。喺關鍵時刻能夠切斷情感，只服從於目標邏輯。但我要講，曹操嘅黑有一個更深層嘅維度，係大多數人冇睇到嘅。曹操呢個人對人才嘅渴望幾乎到咗病態嘅程度。佢3次頒布求賢令，明確話，哪怕係品德有瑕疵嘅人，只要有真才實學，我都要。呢個喺當時係乜嘢概念啊？成個漢朝嘅政治文化係以德取人，你冇好名聲就入唔到仕途。曹操直接將呢套規則打爛。佢話，我唔理你係咩人，我只睇你能唔能夠用。呢種係一種極其超前嘅人才觀，用今日嘅說話講，叫做去道德化嘅績效主義，只看結果，唔看出身，唔看口碑，唔看關係網絡。所以曹操手下聚集咗成個亂世入面最頂尖嘅一批人：荀彧、郭嘉、程越、賈詡、張遼、于禁、樂進、張賀、夏侯惇、夏侯淵。呢個係一個乜嘢級別嘅人才矩陣？呢個係成個三國時代最豪華嘅創始團隊。但曹操嘅黑亦喺呢度顯現出佢最冷酷嘅一面。荀彧，曹操最重要嘅謀士，跟咗曹操20年，幫佢統一北方，居功至偉。但當曹操要晉為魏公，荀彧反對咗。荀彧嘅邏輯係：我哋當初係為咗康復漢室，你而家要自立喎，背叛咗初心喎。曹操點做？佢送咗個空嘅石盒俾荀彧，荀彧睇明咗，然後荀彧死咗。史書上話係憂鬱而死，亦有話係服毒自盡，但結果一樣。曹操用最隱晦嘅方式逼死咗跟隨自己20年嘅老臣，冇直接嘅命令，冇明顯嘅罪名，但所有人都明嗰個空石盒嘅意思。你已經冇位置啦，你自己睇住辦。呢個就係深刻嘅最高境界，不動聲色，但完成清除，不留把柄，不留情面，但亦不留痕跡。李宗吾話，曹操嘅深刻唔係出於仇恨，唔係出於恐懼，而係出於一種冷靜嘅戰略判斷。荀彧係一個潛在嘅政治威脅，唔係因為荀彧壞，恰恰相反，係因為荀彧太好啦，太有原則啦。呢種原則會成為曹操前進路上嘅障礙，所以必須清除。呢個很殘忍，但係呢個就係權力遊戲嘅底層邏輯。你喺一個組織入面，如果你嘅原則同大佬嘅方向產生咗根本性嘅衝突，你以為你可以靠忠誠同資歷保住自己？荀彧話：你知唔可以。真正嘅厚黑者唔會因為你的歷史貢獻而手軟，因為他們看嘅永遠係未來。
唔係過去。好，我哋講完劉邦嘅厚，曹操嘅黑，而家嚟講一個最複雜、最耐人尋味嘅人物劉備。劉備呢個人係厚黑學入面最有爭議嘅案例。李宗吾俾劉備嘅評價既係讚嘆，亦係諷刺。佢話劉備係中國歷史上將喊呢個技能修煉到神級境界嘅人。你可能會話劉備靠喊呢個唔係軟弱咩？呢個唔係虛偽咩？但我要問你，劉備靠住喊，由一個賣草鞋嘅，最後建立咗蜀漢政權，割據一方，三分天下。你喊過未？你喊出結果未？劉備嘅喊從來唔係軟弱，而係一種極其精準嘅情感武器。等我同你拆解劉備最經典嘅幾次喊。第一喊，喊出咗關羽同張飛。劉備早年落魄，喺涿郡招募鄉勇，遇到關羽同張飛呢兩個人，一個係亡命天涯嘅逃犯，一個係契豬賣酒嘅粗漢，但都係萬人敵嘅猛將。劉備憑乜嘢令呢兩個人死心塌地跟住佢？佢冇錢，冇地盤，冇背景，佢有嘅只係一個漢室宗親嘅名頭，同埋一腔輕服漢室嘅大志。但佢喊咗，佢喊天下蒼生，喊漢室傾頹，喊自己空有報國之志，卻無處施展。關羽同張飛被感動咗，桃園三結義，從此生死相隨。你可能覺得呢個好虛，但諗深一層，喺嗰個亂世，一個人憑乜嘢追隨另一個人？錢、地盤、權力呢啲劉備都冇，佢能夠俾嘅只有一樣嘢：意義感。佢用佢嘅喊構建咗一個宏大嘅敘事。我哋唔係為一個人打工，我哋係做緊一件改變天下嘅事。呢個係今日叫乜嘢？叫使命驅動型組織。劉備係三國入面最早識得用願景留人嘅創辦人。第二喊，喊出咗荊州。劉表病重，荊州無主。劉備作為劉表嘅遠親，喺荊州寄居多年。有人建議劉備趁機奪取荊州。劉備點講？佢話兄長病重，我點可以趁人之危？呢個唔係仁義之道。然後繼續喊，喊劉表，喊漢室，喊天下。結果呢，荊州後來雖然落入孫權之手，但劉備靠住呢一喊，喺荊州士人集團度建立咗無與倫比嘅道德信用。嗰啲荊州嘅士卒，後來好多人選擇追隨劉備，而唔係曹操、孫權，因為劉備令佢哋相信呢個人有底線，值得託付。呢個就係喊嘅深層邏輯。喊唔係喺度示弱，喊係喺度用情感、信用換取政治資本。第三喊，喊出咗諸葛亮三顧茅廬。呢個故事你肯定知。咁你有冇諗過諸葛亮當時點解要出山？諸葛亮喺隆中過半隱居嘅生活，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佢完全可以繼續咁樣過落去，等一個真正有實力嘅主公。但佢揀咗劉備喎。劉備當時有乜？冇地盤，冇軍隊，寄人籬下，四處漂泊，已經就快50歲，仲一事無成。諸葛亮點解揀佢？因為劉備喊咗。劉備喺茅廬入面同諸葛亮講：漢室傾頹，奸臣當道。我雖然不才，但志在興復漢室。先生若不出山，蒼生何辜？然後淚流滿面。諸葛亮俾呢個場景擊中咗，唔係俾劉備嘅實力，而係俾劉備嗰種即使一無所有，依然死抱住理想唔放嘅執着。呢種執着喺諸葛亮眼入面係一種值得託付嘅人格魅力。劉備靠佢嘅喊完成咗一次頂級嘅人才招募。呢個喺今日叫乜嘢？叫創辦人魅力。好多初創公司憑乜請到頂尖人才？唔係靠高薪，唔係靠平台，而係靠創辦人嗰種近乎偏執嘅熱情同願景。劉備早就識得咁做啦。但李宗吾對劉備嘅評價並唔係全部讚揚。佢話劉備嘅厚黑有一個致命嘅缺陷，佢太過依賴情感工具，以至於當情感同理性產生衝突嘅時候，
佢往往做出錯誤嘅選擇。最典型嘅例子就係夷陵之戰，關羽被殺，荊州丟失，諸葛亮、趙雲等人都勸劉備唔好貿然伐吳，要以大局為重，先安內再養外。但劉備唔聽，佢傾國之力發動咗夷陵之戰，結果俾陸遜一把火燒咗蜀漢最後嘅精銳，從此蜀漢元氣大傷，再冇真正意義上嘅北伐之本。劉備點解要咁做？因為佢喊咗太多年，佢嘅情感已經變成咗佢嘅枷鎖。佢對關羽嘅兄弟之情係真實嘅，但佢將呢份真實嘅情感帶進咗戰略決策入面，呢個係一個頂級政治家唔應該犯嘅錯誤。曹操唔會犯呢個錯誤，劉邦唔會犯呢個錯誤，但劉備犯咗，因為劉備嘅厚黑係表演性嘅、工具性嘅，但喺內心深處，佢仲係一個有情感嘅人。呢個係佢嘅人格魅力所在，亦係佢最終無法完成統一大業嘅根本原因。李宗吾喺度講咗一句非常冷酷嘅說話：感情係做大事者最奢侈嘅消費品。你可以有感情，但你唔可以讓感情替你做決定。呢句話放喺今日嘅商業世界同樣成立。幾多創業者因為對某個合夥人嘅情義，遲遲唔肯做人員調整，最終拖垮間公司。幾多職場人因為對一間公司嘅感情，錯過更好嘅跳槽時機。幾多人因為放唔低面子，放唔低情感，喺應該出手嘅時候猶豫，喺應該離開嘅時候留戀。劉備嘅故事就係寫俾呢啲人睇嘅。好啦，我哋嚟講最後一個人物，亦係李宗吾認為厚黑學嘅集大成者朱元璋。如果話劉邦係厚黑初級班，曹操係中級班，劉備係行偏咗嘅學員，咁朱元璋就係厚黑學嘅畢業生，而且係以滿分畢業嗰種。朱元璋嘅出身係中國歷史上所有開國皇帝入面最低嘅，冇之一。佢出世喺一個赤貧家庭，父母兄弟喺一場瘟疫入面全部死晒，佢冇錢買棺材，用爛草台裹住父母嘅遺體，咗塊地將佢哋埋咗，然後佢去乞食。一個10幾歲嘅少年攞住個爛碗行遍淮河兩岸，靠別人嘅施捨生存落去。呢種經歷會將一個人塑造成乜嘢心理結構？極度嘅不安全感，極度嘅自卑，極度嘅對權力同資源嘅渴望，以及極度嘅對人性黑暗面嘅洞察。因為當你一無所有嘅時候，你睇到嘅人性係最赤裸嘅。有人會俾你一啖飯，有人會趕你走，有人會欺負你，有人會利用你。朱元璋喺嗰段歲月入面，將人性睇通睇透。佢知道呢個世界冇免費嘅善意，知道所有慷慨背後都有代價，知道只有自己強大，先至唔會俾人踩喺腳下。呢種認知成為咗佢後來一切行為嘅底層邏輯。朱元璋加入郭子興嘅紅巾軍，由一個小兵開始，佢點樣向上爬？唔係靠關係，唔係靠背景，而係靠兩樣嘢：極強嘅執行力同極度嘅忠誠表演。注意，我講嘅係忠誠表演，唔係忠誠本身。朱元璋非常清楚，喺一個組織入面，你要向上爬，首先要令大佬覺得你係最忠心嗰個人。所以佢對郭子興表現出無與倫比嘅忠誠。郭子興叫佢做乜，佢就做乜。郭子興猜忌佢，佢忍。郭子興個女，佢娶咗，呢個就係後來嘅馬皇后。佢將字徹底綁喺郭子興呢棵樹度，令郭子興覺得朱元璋係自己人，係可以託付嘅人。但與此同時，朱元璋喺暗地入面一直做緊一件事，積累自己嘅嫡系力量。佢將自己嘅兄弟親信一個一個安插喺關鍵位置上，喺郭子興嘅體系內悄悄建立咗自己嘅平衡組織。呢個就係厚黑嘅精髓。表面上你係組織嘅忠實成員，但你從未停過為自己嘅未來布局。郭子興死後，朱元璋順理成章接管咗一切，因為佢早就準備好晒。然後係朱元璋最令人膽寒嘅一面。建國之後，
佢用咗將近30年嘅時間，將跟住佢打天下嘅功臣幾乎殺個乾淨。胡惟庸案殺咗3萬幾人，藍玉案殺咗15000幾人。李善長跟咗佢40年嘅老臣，70幾歲全家被殺。馮勝、傅有德呢啲為大明立下不世之功嘅將領，全部被逼死或賜死。呢個係乜嘢邏輯？好多人話朱元璋係因為多疑，係因為心理創傷，係因為對權力嘅病態執着。呢啲講法都啱，但都唔係最根本嘅原因。李宗吾俾出一個更冷靜嘅解釋：朱元璋殺功臣係因為佢要幫自己嘅仔朱標以及後來嘅朱允炆清除晒所有潛在嘅政治威脅。佢知道呢班跟佢打天下嘅人個個都係人精，個個都有自己嘅山頭、自己嘅利益訴求。佢在生，佢哋唔敢喐，但佢死咗之後呢，佢個仔一個由細到大錦衣玉食、冇經歷過戰場嘅太平王子，能夠壓得住呢班虎狼之將咩？朱元璋嘅答案係唔能夠，所以佢替個仔將條路掃乾淨。即使呢條路係用幾萬條人命鋪出嚟嘅，呢種係一種極其冷酷，但喺某種意義又極其負責任嘅父愛。佢用最黑嘅手段，試圖俾個仔一個最安全嘅未來。呢度有一個令人背脊發涼嘅細節：朱元璋喺殺李善長之前，有人問佢：李善長已經老乸，而且係開國功臣，係咪可以網開一面？朱元璋講咗一句話：我留低佢係留俾我個仔嘅一根刺，我唔拔，我個仔將來拔唔到。呢句話係一個老豆講嘅，亦係一個帝王講嘅。你話佢殘忍咩？確實殘忍。但你話佢唔愛自己個仔咩？佢愛，但佢嘅愛係一種帝王式嘅，唔含任何溫情嘅，純粹功能性嘅愛。呢個就係深刻嘅終極境界。連愛都可以服從於目標邏輯，但歷史有個殘酷嘅反諷：朱元璋費盡心機殺光所有功臣，為嘅係俾個仔一個穩固嘅江山。結果佢個孫朱允炆仲係俾自己嘅叔叔朱棣奪咗位。嗰啲俾佢殺掉嘅功臣，如果仲在生，話唔定仲可以幫朱允炆守住皇位。歷史就係咁諷刺。你以為你算盡一切，但你算唔盡人心。你以為你清除晒所有威脅，但威脅往往嚟自你最諗唔到嘅地方。朱元璋嘅故事係厚黑學嘅頂峰，亦係厚黑學嘅悲劇。佢話你知，厚黑可以幫你贏得一切，但佢冇辦法幫你留住一切。好，我哋講完4個人，而家等我哋返到李宗吾本人，返到厚黑學呢本書最深層次嘅嗰個問題。李宗吾寫呢本書到底想講乜嘢？佢真係鼓勵人去做厚顏無恥嘅壞人咩？唔係，李宗吾係一個極其清醒嘅悲觀主義者。佢喺書入面講過一段話，我覺得係成本書最核心嘅部分，但好多人忽略咗。佢話唔研究厚黑學，並非教人為惡，乃是揭示天下之真相，使人知之而後有所抉擇，知之而後有所抉擇。呢6個字先至係厚黑學嘅真正主旨。李宗吾想講嘅係呢個世界一直有一套隱藏嘅規則喺度運行，呢套規則從來冇人明講，但所有成功者都用緊，所有失敗者都俾佢傷害，卻唔知道傷害從何而嚟。佢將呢套規則寫出嚟，唔係叫你用佢去傷害別人，而係叫你睇見佢，令你明白你所處嘅真實處境，然後由你自己決定你要點樣活。呢個先至係認知覺醒嘅真正含義。你唔係被逼變壞，你係被逼睇清楚。我喺度要講一個好多人唔知嘅事實：李宗吾本人其實係一個道德感極強嘅人。佢一生清廉，唔貪唔腐，喺官場以直言著稱。佢研究厚黑學，但佢自己並冇活成一個厚黑者，佢更似一個醫生。佢解剖咗人體，研究晒所有病灶，但佢自己冇生病。佢用一種旁觀者嘅清醒，將人類社會最醜陋嗰一面，用最誠實嘅語言記錄咗落嚟。然後佢話：你睇呢個就係真相，你點樣做
你自己決定。呢個先至係厚黑學最令人動容嘅地方。佢唔係一本成功學手冊，佢係一本人性說明書。佢話你知人類社會呢台機器嘅運行原理係乜，至於你要唔要用呢個原理，用嚟做乜，嗰個係你嘅事。但你至少唔應該喺唔知道規則嘅情況下就行入遊戲場。咁樣嘅你只係別人嘅棋子。好啦，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呢個問題我希望你認真諗一諗。當你讀明厚黑學，當你了解咗劉邦嘅面口、曹操嘅深刻、劉備嘅情感武器、朱元璋嘅帝王邏輯，你嘅內心係乜嘢感受？係興奮？係惡心？係悲涼？定係某種講唔清嘅如釋重負嘅感覺？我估好多人會有嗰種如釋重負，因為你終於知道咗嗰啲令你困惑嘅事，嗰啲令你覺得唔公平嘅事，背後嘅邏輯係乜嘢？原來唔係你唔夠努力，唔係你運氣唔好，唔係呢個世界針住你，而係你一直用緊一套錯誤嘅認知框架去理解一個用另一套規則運行嘅世界。呢個就係認知覺醒嘅本質，唔係要你變壞，而係要你睇見真實。但我又要講，厚黑學有佢嘅局限性。李宗吾活喺一個特定嘅時代，嗰個時代規則崩壞，道義淪喪，厚黑者橫行，老實人活唔落去，所以佢寫出咗呢本書。但呢個並唔意味住厚黑係唯一嘅生存法則。歷史上亦有好多人唔靠厚黑，同樣活出咗自己嘅價值同尊嚴。王陽明一生坎坷，被貶被迫害，但佢用知行合一開創咗一個影響後世幾百年嘅思想流派。文天祥被俘之後，袁世祖親自勸降，佢以高官厚祿，佢拒絕咗，最終就義。佢哋唔厚唔黑，但佢哋活出咗另一種意義。所以厚黑學話你知嘅，唔係你必須厚黑，而係你必須清醒淡知道呢個世界有厚黑嘅規則喺度運行。清醒淡知道你呢個規則入面處於乜嘢位置，然後清醒淡做出你自己嘅選擇。你可以揀厚黑，用佢嚟保護自己，用佢嚟實現目標。你亦可以揀唔厚黑，但你要知道呢個選擇意味住乜，你要為呢個選擇付出乜嘢代價。重要嘅係你嘅選擇係基於清醒嘅認知，而唔係基於懵懂嘅無知。呢個先至係李宗吾真正想俾你嘅嘢。我再說一個現代嘅視角，今日呢個時代我哋面對嘅處境，其實同李宗吾嗰個時代有一種奇異嘅相似。經濟周期嘅震盪，行業嘅洗牌，職場嘅內卷，階層嘅固化，規則嘅變化，好多人感到迷茫，感到焦慮，感到無力。佢哋努力工作，卻睇唔到上升嘅通道。佢哋遵守規則，卻發現規則喺暗中俾人改寫。佢哋以為只要足夠努力、足夠善良，就能夠得到應有嘅回報。但現實一次次俾佢哋一記耳光。呢個時候，厚黑學能夠俾你乜嘢？佢能夠俾你嘅唔係一套操控他人嘅技巧，唔係一本厚顏無恥嘅指南。佢能夠俾你嘅係一種睇穿表象嘅能力。佢話你知，當你喺職場度感到委屈，先諗下，你係真嘅俾人唔公平對待，定係你根本未搞清楚呢個組織真正嘅權力結構？佢話你知，當你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先諗下你係真嘅有才，定係你只係喺一個唔適合你嘅舞台上用錯方式展示自己。佢話你知，當你覺得某個人喺度利用你，先諗下你是否亦喺度俾某種幻覺利用。嗰個幻覺叫做我係一個好人，好人應該有好報。呢個世界唔欠好人好報，呢個世界只俾清醒者機會。呢個係厚黑學最冷酷亦最誠實嘅一句話。李宗吾喺書嘅結尾講咗一段話，我覺得係佢成個思想體系最精華嘅部分。佢話：天下之事皆厚黑為之，然厚黑之極歸於無厚無黑，聖人之道亦不過此。呢句話係成本書最難明亦最值得反覆咀嚼嘅部分。
佢話厚黑到咗極致，就係無厚無黑。乜嘢意思？真正嘅高手唔需要刻意厚，亦唔需要刻意黑，因為佢哋對人性、對世界、對規則已經有咗如此深刻嘅理解，以至於佢哋做出嘅每一個決定都係自然而然，唔費力氣、不留痕跡嘅，就好似水。水唔會刻意要穿石，但水滴石穿；水唔會刻意要向低處流，但佢天然就厚到最低嘅地方。呢個先至係厚黑學嘅最高境界，唔係表演，唔係刻意，而係一種融入骨髓嘅清醒同從容。呢個令我想起今日好多人追求嘅嗰種狀態。佢哋話我要活得通透，活得清醒，活得自在。但乜嘢叫通透？通透唔係乜都唔在乎，通透係你睇清楚一切之後，你知道乜嘢值得在乎，乜嘢唔值得。通透係你識透咗人性嘅複雜，但你依然選擇用自己嘅方式去愛、去付出、去相信，唔係因為你天真，而係因為你清醒淡，知道呢個就係你想要嘅活法。呢個先至係厚黑學俾現代人最深刻嘅啟示。唔係要你變成一個冷酷嘅操控者，而係要你成為一個清醒嘅行動者。你知道遊戲規則，但你不一定要按規則去玩。你知道人性嘅黑暗，但你不一定要活喺黑暗入面。你知道厚黑嘅力量，但你可以揀將呢份力量用喺創造價值上，而唔係傷害他人上。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認知覺醒，呢個先至係讀厚黑學真正應該得到嘅嘢。我想用一個場景嚟結束今日嘅內容。1912年，李宗吾將厚黑學投稿俾成都嘅《公論日報》，編輯睇完之後沉默咗好耐，然後話呢篇文章發出嚟要出大事下矣。李宗吾笑笑口講，唔發出去先至係真嘅出大事。佢知道呢個世界最危險嘅唔係真相，而係無知。無知嘅人會被厚黑者隨意擺布，卻唔知自己點解輸。無知嘅人會將厚黑者嘅成功歸結為運氣、天賦、背景，然後喺心入面一片片安慰自己：我只係運氣唔好啫。但運氣從來唔係最重要嘅變量，認知先至係。你睇清楚咗，你先至有機會；你睇唔清楚，你永遠只係別人棋盤上嘅一粒棋子，俾人移動，俾人犧牲，俾人遺忘。厚黑學呢本書係一面鏡，佢照出嘅唔係你有幾壞，而係你有幾唔清醒。讀明咗厚黑學，你不一定會變成一個成功者，但讀明咗厚黑學，你至少會成為一個清醒者。而清醒喺呢個時代最稀缺亦最值錢嘅品質。最後，我想用李宗吾嘅一句話嚟結束今日嘅內容。佢話：處世之道不在於你有多善良，也不在於你有多聰明，而在於你對人性有多深刻的理解，以及你在理解之後依然選擇了什麼。讀明厚黑，先至算讀明咗中國人幾千年來喺呢片土地上嗰啲沉默嘅掙扎，嗰啲不得不嘅妥協，以及嗰啲喺泥濘入面依然冇放棄嘅尊嚴。好，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如果今次嘅分享令你有少少思考，哪怕只係一啲啲，請俾個 like 我，等更多人睇到呢期內容。如果你想聽更多咁樣嘅歷史解讀，請訂閱我嘅頻道。每個禮拜我都會帶你用現代人嘅視角，重新讀明嗰啲改變過人類命運嘅偉大著作。我哋下期見。